继续来看台中太平一间主题式的公庙火烧厝，兼任庙公的厝主，当时伫2楼当准备要困，因为闻到臭大味到楼骹去看，结果发现大火已经烧到未收线了，赶紧逃命走出去外口，惨鞋仔都未付清。 关梅乡有大火咧烧，厝顶出现真侪浓烟，消防人员收到通知，赶紧转水来抢救。台中市太平区13号半暝，一间老仔厝公庙发生火警，火势真猛，互附近的民众真惊吓。火足大啊！系啊，火就足猛啊！有惊到吧？哦，惊到较即摆咧喘咧，嘣这大声的啦，这走出来啊！我看你物件摕出来，保险单啦。 兼任庙公的厝主吴善是当时人伫2楼准备要困，闻到臭火大味落楼来看，发现火势已经变甲真大，赶紧走出来，连鞋仔拢未付清。是安那会烧起来？我用电线烧火啦。你别讲嘛，足大味。啊，人员啊无？无啦无啦。消防人员接到通知，赶到现场，因为厝内全部拢是木材，1楼和2楼早就已经起火。 紧急调派支援，大约1点钟才把火势控制掉。太平车主到场的时候，现场已经呈现一个全面燃烧的状态。那我们第一时间就采取第一个先不让它火势不让它继续延烧然后再来就是全力的灌救这个火势。现场是一个2层楼的铁皮建筑物，燃烧面积我们初估约60平方公尺。 消防人员表示，初步调查是1楼公庙电线的问题，不过详细起火的原因，阁需要干事小组进一步来调查。